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一开始我来继续上礼拜讨论各位主动特色台站的相关问题。各人士陆陆续续都有特色的问题，土地政府部门听从按想办法来解决。其实今年也是在发挥力量对自家做实事。新竹主动镇未到的限制特色量，土地要求乡亲要做好资源回收分类。对今年的3月初1起始，未禁止用塑胶制品，将会整项的小食店、餐厅还有饮料店也都不准用免洗筷、塑胶碗、塑胶盒子、塑胶条羹一条东西。这个政策对店的民众来讲，未怪唔利偏么？其实也下有一道民众录自家口舌，冇用咁多的塑胶，冇就会全唔用。还有人係发起嘅减少用塑胶制品的比赛。虽然我哋的生活中有哪条东西未係塑膠的呢？有可能全面禁止麼？就帶大家來共下關心。各種傳統嘅好滋味同特色小食，喺新竹竹東鎮嘅公共夜市嘅因菜唔多，不過啲夜市都好唔會發現有一個多麼強用嘅味素。條家有乜嘅好食嘅，做啲小記一下。客家半元，半元然後嗌我1份。哦。來，小姐好嘞。好，按子說，我是1份也個半元呢，聽說會用到也個快嘅，還有同時，不過啲竹東鎮嘅也個公共夜市嘅，做啲看到大家都可以用也貼嘅快嘅，還有貼嘅同時，已經係看唔到免洗筷，還有塑膠嘅同時。買食嘅人接送會準備嘅免洗筷同塑膠嘅同時，行一轉竹東夜市嘅面食嘅，做嚟講差唔多看唔到嘅。現針對今年3月初1起始，竹東鎮公所隨同春飲店禁止用塑膠嘅相關製品。一天減量，如果說完全禁用免洗筷的話，竹東鎮大概概估垃圾減量率每日大概可以達到700公斤到800公斤，一年的話大概可以少砍大概是將近200棵樹。事實上來講，成效也是非常好，而且畢竟來講，竹東只是一個鄉鎮，如果全國都能禁用免洗筷的話，事實上可以讓我們全國一年就可以少砍好幾萬棵樹，也能拯救地球的肺。可那過去每一間店都吊得冇就會點的，本店唔提供免洗筷同桶子嘅便宜。不過按呢個轉變對店家來講，就會加一項設計條度，會加看唔利偏麼？我覺得不會比較麻煩，可是如果對於我們來說，使用免洗餐具也是一個成本的所在，所以我們覺得說這樣子可以幫助到竹東整個環境，那我覺得是盡一份心力這樣子。不過先前買來燉的那個免洗碗快也到，店家沒意煩惱。故所夜市場提供本對也買咗一個年下來用，給到貨代用途就唔會再講一貨，呢度嘅民眾都懂認同店家嘅做法。現階段我們還是會給客人，但是存貨我們用完了，我們就不提供給客人。慢慢的把它提供，用完了我們就不會再使用竹筷跟那個塑膠的湯匙。這是很好的事情啊，因為本來就是保護地球都是應該的事情啊。對，那只是說，因為現在外帶性的那種一次性餐盒，它可能還是沒有辦法馬上就是去淘汰掉，因為我們出門在外，畢竟不可能帶一個樂扣啊，或者是帶一個傳統的那種好像飯盒的那一種方式來裝，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是大家還需要再進步的空間呢。好，謝謝你啦，謝謝。看起來啲生活當中全部用到塑膠嘅製品，而且無咁簡單。不過有人去做到盡量減少塑膠製品嘅生活。喺中年阿美莎，同時咪係做婦聯盟台中分會主任嘅車文琪，賣出家下做得真基本嘅，為自家帶到太太細細嘅推熱器，而還要加油量。尋找說比較友善環境，支持小農的一個店家，直接採買。一來，它東西直送，可能不會有一些過度包裝；那二來呢，它甚至可以提供說，我們可以把東西做回填。好，比如說，有的店家的話，他們自己有支持做那個自製的花生醬，我們就可以用空罐去 DIY 花生醬裝起來，好，那回家就可以享用。那個空瓶呢？
也不用丢掉。当我们吃完之后洗干净，下次又可以在可以的时间就再装来用。好，是不是？那这个让我不需要，我先拆起来。好。一条油山店家还会同各种用到嘅包装材料受到准许，对正在高交俾农民朋友嚟用。还有店家写到清清楚楚同大家讲，买准许就會設價帶東西來裝嘅規定，因此唔希望賣出一項東西出去要加添咩垃圾。除係油山4店嘅，許多農夫事先買，未做得減少塑膠製品。这些呢，能够直接跟农友直接面对面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方式。一方面，他解释了他的生产理念给你；二方面呢，他所有食材是新鲜过来的，哈，然后直接跟你面对面，所以你就不会有过度包装，还有运输上要太多的，因为保护它而多的那些的一个包材。尤其那边很多都是塑胶类，因为它便宜好用，好，所以去农夫市集采买的确是也很好的一种方式。嗰類進到屋卡清潔，天初會用到各種各樣塑膠罐內種嘅清潔用品也到，加溫器未清了冇用，從起邊洗成件杜烘嘅洗面搓，佢會用沖搓，效果唔會輸本一般嘅清潔劑，強用起洗到清潔潔的，就連同馬桶沖搓沒有同好嘅效果。當然，通樂它是用比較有劇毒性的東西去做腐蝕，而且它外面其實也是有塑膠。有啊，它一定的那罐子。好，那种东西拿上吃堂都跟你讲，你要戴手套，还要戴口罩，因为它的挥发的气体都很不好。那事实上，它当然是有毒害在。好，可以。洗碗盤也到，車碗器咪會自家嚟做環保酵素、環保茶壺也到嚟推一般的清潔劑。像有些材質，我們盡量採取天然的，比如說以前老阿媽的智慧菜瓜布。那另外呢，像我們国人的習慣會有很多的那個廢油產生，容易有廢油產生，所以我們也教導民眾可以用那個廢油作為環保皂，好用個強鹼的一個皂化過程，所以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做清潔之後，這個東西呢都沒有像市面上一些那個所謂的合成的清潔劑在裡頭，也會減少所謂的環境荷爾蒙，對我們環境和對人體的那個影響就會少很多。為啲生活動作來減少用到塑膠製品，最重要嘅就係唔好養廢氣。將按呢嘅做法，推崇有意見特殊教育學校嘅幾條先生，未強用按呢做。好了，來，一個禮拜哈，大家努力的結果哈，自己把手上的戰利品拿起來哈。等一下呢，贏的人就可以畫很漂亮接受專訪嗎？那輸的等一下就去跑操場，也要接受專訪，這樣可以哈。好，那我先來咯。破30了啦。一條先生被起數項拿定各種嘅塑膠製品，一台天子秤並啲做嘅項，賣人用嘅塑膠製品清少，一磅停定就低。我剛以為我最後一名呢，結果沒想到有人比我更扯。3333，太誇張了啦！我最後墊底。哇！其實我也很險呢。你差一點呢，來。以下爭一前推崇特殊教育學校嘅先生岳尚文，認真看到一條教人愛會有意嚟會處卡到嘅新聞，佢就決定為嚟發起減少使用塑膠用品嘅運動。他們解剖之後發現，死亡的原因是因為肚子裡面有很多的塑膠袋，還有塑膠製品，然後造成他沒有辦法消化，所以最後就死掉了。覺得塑膠製品對身體也不好，對環境也不好。那網絡上剛好有人發起這樣的活動，我就想說，那約同事來玩玩看。一發起就有10個嘅先生嫌多多嘅類似，不過冇想到比賽嘅過程當中，發現到人類生活中原來就有塑膠製品，有時節和短針都難唔用到。最明顯就是那個面紙盒，紙的面紙盒，紙面紙盒上面有一層那個塑膠薄膜，那個是我們當時沒有想到。是生活用品，因為吃的是自己可以控制的，可是生活用品，比如說你買沐浴乳，你買洗髮精，你就得買得用，那個就比較不是自己控制，是受控於人的。一條先生發現，要減少用塑膠製品，很簡單呢，就會對飲食來做稀釋。嗰數幾一條是會出去，就會自家準備好各種嘅環保容器，將佢保溫杯偏動合嘅，
快嘢，同时也得连生饮料嘅主管没有。这个还蛮好用的，就是吸管。对，吸管这一组里面就是会有4个东西，就是会有细的，然后弯的，对，然后还有粗的可以喝珍珠的，对吧？然后这是很贴心，它还有附一个那个刷子，就是它可以让我们就是清理内部的一些残垢这样子，我觉得这还蛮方便。其实塑胶真的无所不在，但是其实我们其实最基本可以做到的是，就是我们在饮食在吃这一块，我们就特别注意说，像环保餐具我们会带在身上。那去的时候，可能像塑胶袋，我们就不会跟店家的拿取，即便他很积极的拿出塑胶袋拿出来的时候，我就会跟他唔是诶。为啲生活动作来减少塑胶制品无按规，有权先生出题设计不是注意的呢。转到屋卡咪会用行通来应用屋卡呢。其实爱发挥应用力，还会对教育来做意思。先做就有学校要求学生嘅为自家准备应用5寸嘅环保餐具。學校都好未按嘅飲水機，要每開合作社嘅，希望也到學生嘅自細就學得呢，每用按到嘅塑膠製品。盡量貼因為我有買色的啦，佮有嗰啲過度包裝嘅安尼嘛，冇必要是安尼甜的啦，冇做安尼東西。基本上是學生這個帶水啦，這個用裝水來帶水來食。就唔會講所以嘛，像鋁箔包啊，是實在要保有那個東麻煩。就可以在家裡就帶水壺來學校裝水，飲水機是有，但合作社現在好像沒有了。那會不會覺得說很想要合作社？也是有一點啦，有時候還是會想要去喝一些好喝的東西。像我們吃營養午餐，我們就會自己帶碗或是筷子、湯匙，對，就不用使用免洗筷，就是可能怕它塑膠也會溶出一些毒素啊，或者是說它其實製作過程沒有很乾淨。頭前先買用按度嘅塑膠製品，未學嘅資源必須分類，學校未動措施。自從公園市發生垃圾大戰以後，學校對頭擺搶本廢塑嘅袋同廢塑唔袋也2種，一下增加到8種、6、7種。為教學生嘅資源和做地在個哪裡用嘅觀念，按嚟做，學校嘅垃圾減少加1度，學校未搶一加1度。學校變得比較乾淨，四處不會看到很多回收物亂飄之類的，然後一些垃圾。我們學校師生加起來大約1000人，然後垃圾紙車就只有那邊的那一台而已。代表我們學校就是資源回收有分類，就是分得很恰當。因為那個焚化爐啊，它燒出來，假如是塑膠拿保特瓶之類的拿去燒，會有戴奧辛之類的。所以那個會對我們人也不好，對任何動物都不好，所以要那個分類分好。不過，外地台灣做得全面嚟推動，減少塑膠製品，全無塑膠製品。長期關心環境嘅專家就講，應該係政府對源頭來管制。源頭管制就講，乜個材料用得，乜個材料用唔得，要嚴格執行。因為塑膠佢做，留到佢對環境、對人體、對生物會個有害，我哋都會先禁止，要嚴格禁止。也個留的塑料都用唔得，佢前原料生產啊，都成品全部要禁止來使用，做得用的呢，都要強制完全回收。塑膠類製品係台灣廢棄物排名榜嘅頭幾名，環保團體未統計出全台灣一年用得減量每位181種嘅塑膠垃圾，實在同等一比。為做到全無塑膠製品嘅生活有樣無按規，不過唔去做，塑膠嘅用量永久就唔會減少。某種係想用1度就獲得1厘片以後，做物嘅時歸冇降廢棄，對環境對地球嘅破壞就會小加增多。